相对于南韩戒严的风波，咱国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讲，咱拢有甲南韩相关的单位保持联络。有国民党的立委是指出讲，咱国的戒严法规定讲，总统宣布戒严了后，有1个月时间交予立法院去表决咯。伊要提案修法，要改做爱伫24点钟内交予立法院去表决。也毋过，民进党团是表示讲，总统已经有强调讲，咱无可能互民主行回头路，修法的必要性会讲倒来讨论。 南韩戒严风波一直滚甲政局无安定，在国内立法院民进党团的社群发文也引起争议。对此，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咱的主管甲南韩朝野拢保持密切联络。我们驻韩国的代表处都有跟朝野政界保持联系，那掌握政局发展，外界关心台湾内部的这些讨论。 那在韩之间目前并没有形成我们沟通讨论的争议的问题。不过，国民党立委柯武真指出，咱戒严法为民国38年了后都无修正过，而且依照第1条第2款的规定，总统宣布戒严了后有1个月时间完全提交立法院对阵，可以认为会加做总统滥权的空窗期。 所以提案修法，要求爱伫24点钟内提交立法院议决通过，各公布修正立法院职权刑事法，要求戒严提案爱报议会8点钟内召开审查。 审查甲表决爱伫24点钟内来完成，无完成看作是无通过。我们觉得这有非常大的一个风险。未来如果执政党他要用戒严的方式来钳制民主社会的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我们能够马上引立法院也能够马上做出决议。 柯武真的相关提案会伫7月8日入院定数委员会，按算13议会会完成1度定数交付委员会审查。民进党一路反对威权，民进党一路反对戒严，反而国民党才是不折不扣戒严的始祖。现在来推戒严法的修法，有必要性吗？有急迫性吗？在预算会期，请好好审预算。 民进党团是回应赖总统已经清楚说明，无可能互民主行回头路，未宣布戒严，尊重在野检视戒严相关的法令，不过呼吁爱继续思考修法的急迫性甲必要性。记者综合报道。